靚仔啊，我喺紐約捱咗30年，最掛住蓮花山個望海觀音。上個月陳婆婆加我微信，話佢1995年求觀音保佑佢遠到重陽平安，應承過要還願，但而家80歲坐唔到長途飛機啦，急到晚晚瞓唔着。我特登揀觀音開庫日，拎住佢寄嚟嘅舊款糧票，話係當年求願時袋住嘅，喺香爐度燒舊9支香，再加一盤水果盤幫陳婆婆還願。煙霧飄上金像嗰陣，我打開視頻同佢講：婆婆你望真啲，我幫你向觀音菩薩燒咗9支香，你放心啦。後嚟婆婆同我講，而家晚晚都食多咗半碗飯，話個心終於安樂晒添。如果你好似呢位婆婆咁牽掛住廣州，但冇辦法成日返嚟，隨時揾我幫手跑腿許願或者還願㗎。我係老鄭，專門做寺廟跑腿，評論區就可以揾到我㗎。